百脈操預備動作，第一個動作，觀音請聖，雙手幻想下一個大嘅氣球，向後畫一大個圈，去到頭頂，將個氣球慢慢收窄，擺眉心，頭回正，手向上，將個氣球送向上，專注喺呼吸上邊，慢慢將手向下，將個氣球向下不斷送，呼氣嘅時間去丹田。呢個動作我哋會做9次，感受一下我哋掌心嘅力量。再一次向後畫大個圈，合掌擺眉心，呼氣向上。呢個動作係開啟我哋嘅百脈，升發陽氣，疏通上焦經絡，放鬆我哋頭部、頸椎、膊頭嘅壓力。呼氣慢慢將個氣球送向下。喺呢個過程，我哋感受下掌心能量嘅流動。再一次雙手向後打開頭顎高，向後畫大個圈，感受下我哋嘅膊頭、身體腋下被打開，頭回正，手向上，專注喺我哋嘅呼吸上邊。呢個動作千祈唔好盤椎前傾。呼氣嘅時間，肚脹起，呼去丹田。呢個動作慢慢做，因為佢係打開我哋所有身體氣機嘅開關，疏通身體嘅氣鬱。吸大啖氣，呼氣向後畫大個圈，盡量將我哋嘅膊頭打開去到最盡，合掌擺眉心，呼氣向上。不斷將我哋嘅身體拉直，感受一下腳踩地，感受下大自然嘅力量，感受身體一呼一吸，感受我哋雙手嘅氣球越嚟越平穩，雙手回落，我哋喺度調整呼吸，將意識擺喺我哋嘅呼吸上邊。一吸一呼，將大自然能量滿滿嘅空氣帶入我哋嘅身體。喺呼吸嘅過程，感受我哋身體大洗禮。呼氣嘅時間，將我哋身體所有銳氣、所有廢氣全部呼出。每吸一啖好嘅空氣，都係為我哋注入滿滿嘅能量。感受一下我哋全身接收所有好嘅能量，注入我哋嘅身體，我哋每一個細胞。呼氣，手向上。留意我哋嘅膊頭沉肩，專注喺呼吸上邊。呼氣，手向下，將所有好嘅能量慢慢透過呼氣去到我哋嘅丹田，感受我哋手掌心嘅能量凝聚。呼氣，向後畫圈，將個能量越放越大。收窄，合掌到眉心，呼氣，頭回正，鎖下巴，手舉高，感受雙腳嘅力量。呼氣，將我哋嘅能量不斷送往經過眉心、喉輪、心輪，去到我哋嘅臍輪，去到丹田。慢慢放鬆，準備第二個動作，仙鶴展翅。吸氣，將個膊頭向前向上拎高，
膊頭帶住手臂慢慢向上拎高，手臂微彎，手指手腕向下垂低放鬆。同一時間，我哋嘅腳踭向上拎高，呼氣，手掌向前向後夾背，膊頭向後旋，慢慢回落，腳踭慢慢放低，手放低，喺度專注呼吸。呢個動作我哋會做8次。吸氣，向前旋膊頭，慢慢帶動手臂向上，腳拎高，感受一下我哋嘅身體、手臂、手指嘅放鬆，專注喺我哋嘅呼吸上邊。如果可以嘅話，我哋可以喺上邊停留呼吸嘅時間，閉氣5至8秒，先至慢慢回落。呢個動作係要專注平衡，望住一點，我哋感受我哋身體，尤其成個背脊拱背畫圈，手舉高嘅同時，保持膊頭沉肩，雙手微彎，放鬆我哋嘅手指，感受一下我哋雙手能量嘅流動。如果喺呢一度唔可以閉氣，你可以自然呼吸都係可以嘅。呼氣嘅時間，向後夾背，手向前，感受下能量慢慢向下放鬆。你會感受到我哋掌心嘅能量，血液嘅流動。喺呢個過程，我哋帶住身體嘅意識，呼氣向上，幻想下我哋將大地嘅能量拎高，送向上，喺上邊停留，暢通我哋上肢嘅經絡，提升心肺氣血。呢個動作可以改善我哋手冰冷甚至手臂嘅情況。回落嘅時間，腳踭唔好放得太快，慢慢回落。呼氣嘅時間，將氣送往丹田，感受身體能量嘅流動，調整呼吸，慢慢捲背向上，同時腳踭拎高。如果呢個動作你嘅平衡力唔係好穩嘅時間，可以兩隻腳踭合埋，鎖下巴，我哋專注望一個點，你就會發覺平衡會更加好啲。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，你經常性習慣含胸嘅話，你開始做可能會有啲唔慣，甚至會感受到我哋嘅手臂好痹、好麻，甚至係好攰。只要你堅持練習，你就會更加感受到呢個動作嘅好處。你上身會完全被打開放鬆，呼吸更加暢順。所以我哋要勤力練習，感受我哋身體慢慢嘅變化，你就會發覺有好多好處。感受夾背，慢慢雙手回落，將意識擺喺我哋每一呼一吸，感受掌心氣血嘅流通，我哋能量嘅轉換。呢個動作我哋會做8次。喺做嘅過程入邊，慢慢將我哋專注力擺喺呼吸，全身都係放鬆嘅狀態，感受一下我哋身體嘅拉長，雙臂嘅打開，呼氣嘅時間夾背，慢慢腳踭回落，手慢慢放低我哋身體兩邊。喺呢度調整我哋嘅呼吸，鼻吸鼻呼向丹田，吸氣捲膊頭向上，慢慢手臂向上。如果可以喺上面停留嘅時間，
可以閉氣5至8秒，因應自己嘅能力，不強求。最後一次我哋喺呢度停留會比較耐啲，所以專注喺我哋嘅呼吸上邊，慢慢自然呼吸就可以。呼氣，手慢慢回落，同時腳踭慢慢回落。經過多次嘅訓練，你會感受到我哋掌心嘅力量會越嚟越有感覺。第3個動作，合住光幡，將雙腳打開，吸氣頭顎高，雙手向後彎腰打開。呼氣嘅時間，用口將個氣體呼出去。呢個動作要留意，我哋可以循序漸進，按返自己嘅節奏。呢個動作我哋會做63次。留意呢個動作向上顎高嘅時間，我哋嘅頸椎盡量向後，腰向後彎。呼氣嘅時間，雙手向下揈嘅同時，我哋嘅頭向下，放鬆我哋嘅腰椎，疏通我哋嘅膀胱經、腰背督脈，排寒氣，改善我哋嘅腰酸背痛。尤其我哋堆積多年嘅腰寒、濕氣、氣滯淤塞，如果氣血唔通嘅朋友，可能喺呢個動作入邊，你會發覺會頭暈，甚至平衡麻麻地。你只需要按住你嘅節奏慢慢做，循序漸進。當你慢慢氣血暢通嘅時間，你就會發覺呢個動作你可以加速做快啲。留意我哋嘅發力點係我哋嘅腰盤，向後彎腰嘅時間腹收實，胸腔同頸椎盡量打開。呼氣嘅時間，用我哋嘅喉嚨下出嚟，將我哋身體所有嘅廢氣呼出。吸氣打開胸腔，呼氣手向下揈，將個意識擺喺我哋嘅膀胱經，即係我哋嘅尾椎。呢個動作開頭嘅時間你會覺得有啲攰，但係慢慢當身體習慣喐動嘅規律之後，你就會發覺身體好似盪千秋咁。最大嘅重點，記得我哋雙腳要保持垂直，千祈唔好曲膝。如果喺呢個動作上邊你會覺得頭暈暈，你就要留意少啲生氣，留意平時養肝血，慢慢你就會發覺你嘅身體越嚟越好，越嚟越暢順㗎喇。最後3下，3、2、1，慢慢放鬆，將個身體慢慢拉高，企直放鬆，喺度調整呼吸，準備進入我哋第4個動作，乾坤旋轉，將腳繼續與肩同寬。吸氣，雙手向上舉高，十指緊扣，反手背向上，頭顎高望向手背，慢慢推向左邊垂落，掌心可以貼地下。吸氣拉高，慢慢後彎望向我哋手背，向左畫一個圈，推向右邊。雙手慢慢垂落。呢個動作我哋做8次。吸氣向上，慢慢後彎，畫一個圈。呼氣向左邊落。呢個動作盡量將我哋嘅腰側慢慢拉開。
放鬆我哋成個腰椎，左右交替，呼氣慢慢落。吸氣向上，保持住我哋嘅頸椎向上望，去到中間換氣，呼氣落，感受腳後側嘅拉扯。呼氣上，經常坐，情緒容易氣失嘅人可以多做。轉身，呼氣落。喺我哋旋轉嘅過程，留意我哋嘅腳尖向前指，吸氣慢慢上嚟，去到中間換氣，呼氣落去，感受大髀後邊嘅拉扯。吸氣上，幻想下我哋手中就有個氣球，喺運送氣球嘅同時，留意我哋嘅掌不斷向前，掌心掂唔到地都唔緊要，因為每一個人嘅柔軟度都唔一樣。繼續向上拉高，保持後彎，呼氣慢慢落。吸氣向上，感受脊椎嘅拉扯，鎖好個盤，去到中間換氣，呼氣落。再嚟手帶動身體上，盡量彎腰，轉身，呼氣落。保持住我哋嘅呼吸，吸氣上，記得我哋嘅頭不斷跟住我哋嘅手背向上望，頸椎放鬆，呼氣落。你會發覺慢慢後邊腳會越嚟越鬆。吸氣上，呼氣落。落到去嘅時間，手掌如果可以就掂地下，如果掂唔到都唔緊要。呼氣慢慢上，喺呢個過程入邊感受自己身體嘅變化。我哋每一次練習都會比每一次會更好、更暢順。吸氣上，最後一次。呼氣向下，吸氣向上拉高，去到中間嘅位置後彎，呼氣向右邊落，感受我哋後腿嘅拉扯。吸氣向上，身體回正，雙手放返喺我哋身體兩邊，喺呢度調整呼吸。準備我哋第5個動作，犀牛望月。舉起左手，我哋慢慢帶動身體向左轉動，後彎畫一個圈，左手撳地，右手舉高指向天空，眼向上望。呢個動作我哋會做7次。吸氣，右手帶動身體轉圈，放鬆頸椎。呼氣，右手落，左手拎高，頭向上望，保持住呼吸。雙手帶住身體上，慢慢畫大個圈，保持頸椎胸腔嘅打開。呼氣落。呢個動作係幫我哋拉伸頸椎，放鬆我哋肩頸膊頭嘅壓力，改善我哋頭痛嘅問題。手帶動上，感受胸腔嘅打開，頸椎嘅轉動，呼氣落。記得留意我哋雙腳要蹬直，保持住身體嘅平衡。吸氣向上，將我哋嘅上身畫大啲個圈，左手向下，右手向上，幻想一下我哋吸收天地能量嘅力量。右手帶住我哋嘅身體起，轉動我哋嘅腰椎、頸椎嘅同時，盡量拉開我哋嘅後輪。手撳地，左手向上打開，頭向上望，
保持呼吸，左手帶起我哋嘅身體，畫圈向下，感受一下頸椎、腰椎嘅放鬆，雙腳盡量蹬直，右手帶動我哋嘅身體起，轉圈，呼氣慢慢落，左手打開，調整我哋嘅呼吸，吸大啖氣起。呢個動作經常性腰酸背痛嘅朋友可以多練習。呼氣落，感受我哋身體每一處嘅放鬆，膊頭、腰椎完全放鬆。吸氣，右手拉上，繼續我哋嘅轉動，將個圈再畫大啲。呼氣落，感受大地母親嘅力量，將好嘅能量吸入。吸氣，身體慢慢上，感受胸腔頸椎打開。呼氣落，我哋最後2次喺呢個動作感受。吸大啖氣，呼氣拉高我哋嘅身體，再畫大個圈。呼氣慢慢落，打開我哋嘅膊頭，將我哋嘅頸椎望多啲向上。吸氣拉高身體，做我哋最後1次轉大個圈。呼氣落，手打開，頭向上望，專注喺我哋嘅呼吸上邊。吸大啖氣，手拉高，轉大個圈。呼氣，手撳地，手打開，心口打開，放鬆頸椎。吸氣，手帶動身體起，慢慢雙手回落喺我哋嘅身體兩邊，調整呼吸。進入我哋第6個動作，荷花搖擺。我哋雙腳合埋，企直嘅人喺呢度調整我哋嘅呼吸，雙腳踩地，膊頭沉肩。我哋喺呢個動作上順時針畫20個圈，慢慢做，感受一下我哋2隻腳由腳尖、腳側、腳後踭，再嚟到腳邊嘅力量。我哋腳掌有4個點。感受一下，當我哋嘅身體轉圈嘅時間，隻腳係需要用力踩向地下，慢慢喺呢個位置感受，揾下我哋呢個位置最大嘅用力點。喺呢一度，我哋專注喺呼吸，千祈唔好將我哋嘅盤向前傾或者係向後。我哋有需要可以選擇微微曲膝，感受下左前右後呢一個順時針嘅方向，慢慢轉動，保持我哋嘅膊頭放鬆。我哋依家試下反方向畫圈，今次由左邊、後、右、前逆時針方向去轉動。呢一個轉動會比頭先嘅動作會快稍微少少，轉動嘅圈數係30圈。喺呢個過程，我哋只需要感受腳底4點嘅發力點，我哋嘅上身唔喐，靠個盤轉動去帶動我哋嘅身體，感受一下我哋全身嘅放鬆。專注點擺喺我哋嘅腳掌，好，我哋準備下一個動作，
第7個動作，立地衝天。拱背，將個膊頭向後旋直，升起腳踭至企直，向後踩地。記得鼻吸口呼，捲背，旋膊頭向後踩地。捲背上呢個動作，我哋會做22次，呼氣落。第4次捲背上，企直嘅人呼氣落，感受我哋全身嘅放鬆。第5次上，呼氣落。第6次捲背上，打開胸腔，呼氣落。第7次呼氣落。第8次上，感受我哋膊頭嘅打開，呼氣向後踩。第9次呼氣向下踩。第10次捲背，呼氣落。第11次吸大啖氣，呼氣落。第12次呼氣落。第13次呼氣落。第14次呼氣落。第15次呼氣落。第16次呼氣。第17次呼氣。第18次捲背，呼氣踩地。第19次胸口打開，呼氣落。第20次捲背，呼氣落。第21次呼氣落。最後一次捲背，呼氣落。我哋喺呢一度調整我哋嘅呼吸，雙手擺喺丹田，我哋企直嘅人，將個呼吸拉長，慢慢呼氣向丹田，喺度感受下我哋全身能量嘅流動。感恩我哋今日一齊練習完成百脈操，感恩自己願意花一啲時間俾自己身體休息、重整、調頻，令到我哋每一個細胞、每一道經絡都可以得以疏通、放鬆。感恩宇宙能量、大地母親，感恩當下，感恩一切萬物。